我都跟他们说了，马上就到，还在催，一直催，好像我开的不是汽车，开的是飞机。我加热了一下，你趁热吃。你说我们1个月就那么多钱，我到底图啥子嘛？我是真的不想干，明年我就辞职。哎呀，你赶紧啊，抓紧时间吃，不然又没机会了。我先干活去了啊。喂。老高说年关难过，其实难过的不只是阳寿已尽的往生者，活着的人也一样艰难。监狱吗？没走啊？咋了？我爸妈说想趁着春节7天假去重走他们蜜月路线。我妈跟她男朋友出去玩这件事儿，是骗我的。就我刚刚回来路上，觉得自己好像弃婴啊，但又不想承认，对谁也不想。我怎么想哭啊？哭吧，我陪你。我早跟后勤跟你说，那个泽天松不好用，经常不晓得咋回事就提前走点。以前我都多注意了，今天老坤半半牌没把住，就把遗体给摔了，差点没遭家属打死。我是有错，但是我也不想啊，一晚上进了那么多具遗体，脑壳都要木了。老子真的不想干了，明天我就辞职。别说气话了，来，吃个酒子压压惊。来，慢点，慢点啊。楠姐，你俩都没走啊？哭过了？
这是你俩哭出来的呀？格子绒和小雪人儿。我还以为这是你俩哭的呢。这要是你俩哭出来的，我给你俩申请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哭王。哭累了，我饿。我也饿。来吧，这么贵的菜正愁没人吃呢。走起！对，找一找，看看那边都有没有。对，那柜子翻一翻，再翻一翻，看看。再看一看嘛！哎呀，对，那个衣柜里边看一看，啊，找着了吗？有吗？那个找了没有啊？找了没有啊？下边没有。床下，哎，垫子下面。哎，这不是奇了怪了。要不要给老人家换身衣服嘛？啊？没有。哎，这你怎么还没走啊？死亡证明不是给你了吗？赶紧把它拖走啊，要不然这味儿都馊了。快，再找一找那边几个，搭把手嘛。再找一找这各个角度看一看。哎呦，这还是没有吗？没有啊，这边喽。你晚上吃饭咋样啊？你妈满意不？还没来，说工作太忙了，没赶上飞机。大年30还要工作？那你也信呐？这借口多假呀！很明显我被骗了嘛。你俩都伤感了，我这不就是赌输了吗？这都不是事儿。饺子该吃还得吃，年还是得过。来吧，嗯。哎，师傅，哦，不会不会，哎，这个能连夜烧吗？今天大年30，火耗工早就下班了。不是，那怎么办？这个你们办告别仪式吗？啊，不办了，不办了，不办了。寿衣也不换。